现代台语版圣经申命记第21章有关未结案的谋杀案件。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，若有人毋知互啥人杀死，倒伫野外，恁的长老甲审判官着对迄个人受杀的所在，让到四围遐个城，离开尸体上近迄个城的长老，着对牛群处一只毋捌做工、毋捌挂单的细只牛母。迄个城的长老着牵迄只牛母到有水得流、毋捌种作的山谷，伫遐讲断迄只牛母的颔管。利未人的后代做祭司的嘛着来遐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有拣选因来服侍伊，奉上主的名祝福裁决所有烧过甲伤害的案件。离开尸体上近迄个城所有的长老，着伫迄只伫山谷中颔管讲断的细只牛母的顶面洗手，声明讲：阮的手无流即个人的血。阮的目睭嘛无看到啥人杀伊。上主啊，求你赦免你所解救的子民以色列，毋通互阮承担流无辜的人的血的罪。安尼流迄个血的罪就得到赦免。恁照安尼做上主看做着的事，就会对恁中间除去流无辜的人的血的罪。娶女扶老做某的条例。恁去甲对敌交战，上主恁的上帝若互恁刣赢，掠因做俘虏，迄时伫俘虏的中间，若看到面貌好看的女子，真喜意，要娶伊做某，就通娶入门。伊着剃头毛，修指甲，脱去狩猎的时穿的衫。伫你的厝为着家己的爸母哀哭一月日，然后你通甲伊同房，你就做伊的丈夫，伊做你的某。后来你若无爱伊，就互伊离开，得到自由。绝对毋通甲伊卖，毋通甲伊当做女婢款待，因为你捌强迫伊甲你结婚。大囝继承权的条例。人若有两个某，一个伊较爱，一个较无爱，两个拢有甲伊生囝。大囝是较无爱的某生的，分财产的时，毋通将较爱的某生的囝当做大囝，无互较无爱的某生的囝做大囝。着承认较无爱的某生的囝做大囝，将所有的财产分双份互伊，因为伊是老爸养壮的时生的头上囝，大囝的名分是伊的。不孝子的处理条例。人若有囝忤逆不孝，毋听爸母的话，因甲伊警告，伊犹原毋听，伊的爸母着甲伊掠起来，拖去迄个城的广场见长老，甲遐个长老讲：阮即个囝忤逆不孝，毋听阮的话，贪食好酒，迄个城的人拢着用石头甲伊钉死。安尼就对恁中间除去即款邪恶的事，以色列众人听着就会惊。其他的条例。人若犯死罪，受处死吊伫柴架，伊的身尸毋通吊伫柴架过暝，伊着伫迄日甲伊埋葬，因为受吊死的人是上帝咒诅的，毋通甲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拍垃圾。